早響上世紀90年代初成立嘅美國 Transparent Audio， 以製作優質發燒線材而聞名。而今次波仔介紹嘅 Plus 系列，分別由模擬信號線、唱盤信號線同埋喇叭線所組成。佢係屬於 Transparent Audio 其中一個歷史最為悠久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發燒友同埋愛樂人士追捧嘅產品系列。配合第6代生產技術嘅協助之下，造就新世代 Plus 系列嘅音效表現出現前所未有嘅躍進。關於導體方面呢， Transparent Audio 一向堅持採用特別訂造、雜質含量極低嘅 OFHC 無酸銅，線身仲會裝上 Transparent Audio 名震天下、預先經過精心調校、提供校聲功效嘅網絡模組。另外 RCA 同埋喇叭線所採用嘅接駁端子都係屬於 Transparent Audio 自家研發、表面經過24K 鍍金處理嘅專用產品。波仔順道喺度提大家，由於 XLR 版本嘅 Super 模擬信號線，佢所採用嘅線芯數目將會比 RCA 版本多出1倍，因此佢哋嘅零售價將會出現明顯嘅差距。